新冠病毒的关系，各行各业拢受到大冲击。劳动部的统计，到4月底为止，全台湾减班休困，也就是俗称“无薪假”的劳工，已经超过18000人，创10年来的新高。要协助劳工渡难关，行政院宣布几项补助的措施。也毋过，采访团队探访全台湾各地，发现不管是正职，或者是兼职、约聘，或者是接案，真侪劳工拢拄到减薪甲失业的危机。当劳工维持生活愈来愈困难，因要安怎来自救？企业是毋是会当转型求生？政府阁会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呢？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影响很大，公司就已经推了无薪假。三餐怎么有着落啊？房租啊，车子、银行贷款，烦恼说要怎么来啊？希望大家加油，让全球的疫情赶快结束，互相应用资源，大家一起活下去，努力加油！梦想商圈一起活下去，加油加油加油！机场的人多吗？都是工作人员。都是工作的，对，1个月了，没有到过机场。那对你们有影响吗？你们？有啊，一定有啊，150趟左右的话，它可能会减1/3的班。全校下车。无论是未变化好天，也是歹天，廖氏阮的上班路已经行超过30年啊，因为今年这条路充满困难。我是柜台督导，所以我不用负责在这边帮旅客划位、托运行李。我会在最前面的那个圆弧形柜台执行我的工作。同事有任何问题需要督导协助的话，我就会过去协助。2020年4月14日，阮采访这一天，桃园机场出入境的旅客数总共是669人次。这是新的纪录，尤其是第一航站出境大厅人有够少，看起来更较悲凉。平常这边都是满满的同事，现在空无一人。航空业应该是影响是最剧烈的，像我们以前20几班飞机，现在有时候一天1班飞机都没有，可能1个月还比不上1天的班机次数，影响很大。公司就已经推了无薪假的。廖氏阮伫外籍航空公司上班，无薪假的措施为3月份开始实施到5月，每个月员工才会使领13天的薪水。因为疫情若无赶紧过去，这款的日子员工还阁过偌久？纾困方案应该一体适用于在台湾的任何企业，包括本地企业，还有外资企业都应该，因为他们所雇用的都是我们的台湾劳工。疫情威胁唔让航空业有代志。早啊！早啊！今天比较慢来啊？对啊，因为现在不用每天上班。是哦。那你今天要吃什么啊？今天要一个火腿三明治。火腿三明治。跟一个玉米蛋饼。玉米蛋饼。你今天吃比较多？对啊，因为多一份可以把午餐给省下来，牺牲一些原本其他的支出，甚至连伙食费这边也要稍微去减少。一天原本大概是最多到200块，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一天就要尽量去控制在100内。原本预计在3月这个计划开始运作，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就会担心说群聚之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疫情扩散，这计划就整个都暂停下来，在家里就只能去整理一些资料啊。30岁首款月薪3万块，因为疫情影响，伊甲地方政府合作的活动拢延期，被迫减班100点钟，伊只能领上届基本工资23800块，用的时间都用来增进工作机能，也是到边的公园运动兼散心。对我们自己本身最大的冲击，当然就是薪水变少。
那因为没办法指领到全薪，再加上说跟爸妈跟家里也比较不好交代说，我们做这份工作是稳定的。无薪假影响全台劳工，效应正继续伫传。劳动部统计，2020年以来，人数是成长几啊倍。一直到4月23，全台湾有804间事业单位，18265个人正在放无薪假。其中，饭店民宿甲餐饮业人数上济，达到4559个人。过来就是批发甲零售业有3386个人。无就是实施人数，也是企业数，拢创下10年来新高点。经过特别2009年金融海啸的惨况，裁员的危险嘛未使轻视。2020年1月份到3月份，资欠通报的人数有37795个人，干那3月就比去年同期增加20%人。我觉得像无薪假这种黑数这个一定都存在了。那你说会不会有大失业潮？如果再持续1个月、持续2个月，当然很有可能。我是采访团队为北到南追踪轰炸大事业条，伫全台各地都有到警示灯。希望土地公伯会说保庇咱这新冠肺炎疫情紧结束互阮会使较紧恢复工作的环境然后互阮紧赚到钱。中年失业真正是日子真歹过。只要是国外游客、国内游客来到我们台湾的景点，我们都会带团，然后去导览，很大的影响。因为从2月份旅游禁令一出来以后，就台湾都没有外国客可以接。那另外是国内旅客也不敢去我们台湾的景点，那一下子就变成说我们收入就锐减了，完全都没有收入。109年4月7号被正式裁员。请问一下，你们那里还有缺司机吗？哦，好，谢谢。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没有。没缺了。对，没缺。打拼找头路，无奈大环境无景气，去年厝内经济来源的展现是，表情是真稀微甲无难。小朋友都还不知道，因为才4岁而已，都不知道说爸爸每天都没工作啊。太太有关心一下。当然会啊，当然会关心说3餐怎么有着落啊，再来就是那个房租啊，车子银行贷款什么那些。根本就是在烦恼说要怎么来啊！来，麻烦消毒一下，谢谢。你说一天要喷多少人次？一天啊，人次大概2000人应该有吧？蛮累的。还好啊，跟一般的其他工作来比的话，它算很轻松了。来，麻烦您量一下。35.3度 ，OK。我们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毕竟以往都是受测者，那现在是我们要直接帮人家量测的，会比较紧张。所以说，有的时候之前发生过，把我们的酒精喷头跟额温枪2个互相量错位置，造成这是很糗。虽然没有喷啦。同款伫旅行社上班，同款伫过年后实验。但是选择加入台北市政府提供的青人防疫工作，这项补助方案有半年，民众会使兼差，解决眼前危急的困难。就跟以往当领队工作不一样，领队常常不在家嘛，那现在变成说另外一种正常上下班的情况。一个劳工的背后，代表是一个家庭，因这是全台湾劳工者的宿命。为了保障劳工的生活，行政院规划纾困贷款，提供受到疫情影响企业的劳工，劳保、投保24000块以下的自营业者，每个月会使补助1万块，总共补助3个月。另外，失业者会使申请失业给付、失业者的子女就学补助等等措施，来积极协助劳工重新回去上班。接班的艺术创作者嘛是真歹过。在5月份就是要
展一个成果展，但是5月份因为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所以他就直接先取消了，会影响大概3个月到4个月的收入。为了5月份举办的展览蔡昆林，进前已经开20万，即马活动被取消，付出的金钱、人力拢乌有去啊！佫威胁到伊的生活，伊所属的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有1200多人面临着同款的困境。视觉艺术会因为疫情关系而失去理想，因为生活过不下去，要先过巴肚，再过理想。8年1摆疫情，台湾有250万人生活受到危险。在这个上界艰难的一年，政府防疫纾困并进，企业拍拼咧突围，劳工嘛要勇敢向前行，提升多元职场的能力，调整无同款的工作形态。顾落去是为着后一摆会使跳较悬，期待行过这难关，最后会使迎接黑暗中的曙光。36.2度，谢谢。政府释出很多防疫工作的岗位，与其闲置在家，不如一起加入防疫，加油！像我一样是约聘的朋友们，虽然说疫情这段时间让我们的收入减少，但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来充实自己。在这无薪假期间，我们照顾好自己，等疫情过后再出发。